文化部8月初10要伫日本的大阪来举办着台湾文化的展览，特别来举办着行前祈福的仪式，希望活动顺利进行。 国立台湾文学馆和台湾府城隍庙，因为台湾文化要到大阪关西世博展览，所以来举办行前祈福仪式。那我们欢迎日本及世界的观众都可以体会到我们神明的加持。展览的内容有原住民文学到当代创作的文学作品。庙方这一边做行前展览参拜的祈福仪式。 邀请贵宾大众同齐为展览的活动祈福。行出去到迄个日本，来做参展，嘛真多谢因来看中来支持咱台湾的文化的发展。庙方准备文创商品，会伫日本大阪开幕典礼送予贵宾，希望将台湾的福气和历史文化小解分享予日本的朋友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